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3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新增加52个确诊的个案，包括40个带病入境，也有12个本土的病例。高雄沙石抢的传播链是搁增加7个。指挥中心今仔日公布新北市手摇茶饮料店确诊的店员，伊的病毒基因定序初步认定是属于桃园机场的传播链。国内第13个再新增加12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高雄沙石场传播链阁增加7例，甲新北电子厂相关3例，甲中国入境个案接触者1例。另外个案19625一个设计师，因为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感染源不明。这个个案在可传染机内底去过跨管区的所在。他是一位设计师哦，那平常都会骑车还有搭捷运到各地的工地去监工。那他在2月12号有出现这个喉咙痛的症状啊。那另外他根据他的疫调，他在1月30号到2月5号有到高雄这边过年哈，所以另外他2月6号之后，2月5号之后就回到台北哦，所以有关他的感染的情形，目前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厘清。另外，进前确诊，验过感染源也唔知，新北市市饮料店2位员工经定序出来啊，发现甲桃园机场、CT、阿hiệu电脑这相关互相小的数字共款。也至新北即阵包含邦桥、家庭小话、像那电子厂、伊港小话、十指饮料店店员小话，拢可能甲桃园机场传播链有关系。另外，国内即阵总共有9位源头不明的传播链。80场的这一件，还有跨县市的家庭群聚这一件哈，以及就是说那个。在我们感染源带离清关联图有一个中国入境的相关导致家庭群聚的这个案子哈，以及就是树林电子厂的移工案，还有就是汐止爽饮的这一个案子哈，以及我们没有在新增个案，不过还是只需要调查的板桥家庭群聚哈，还有日益物流的群聚，以及这个礁溪长荣跟高雄的一个诺贝尔幼儿园的这个群聚，目前都还没有监测期满哈，所以总共是有9件哈。对着边境可能慢慢来解除禁令，未少专家认为，老大人疫苗注射率是关键。指挥中心讲，过年前后75岁以上老人的疫苗注射率会小可提升。75岁以上人口第3档对加注射率已经来到42.1%。未来疫苗注射率将是缩低减疫细化的考虑之一。这阵注射率是也伫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伫苗栗竹南家族的群聚案传播链，今仔日是增加5个确诊的病例。包括案号1964因翁婿甲因老母是拢验出无症状确诊。因若即个家族内底另外一个济伙人，也就是案号19643，平常时也会去新北市的南口照顾因3个孙。即马即3个囡仔嘛验出阳性确诊。因读册国中甲国校为明仔载开始会预防性停课14天。因若桃园群聚案的日疫物流仓库，即马嘛已经完成消毒，也有采检。市长郑文灿宣布为明仔载开始有条件复工。石沙宣告增加12个本土确诊高雄沙石场群聚案，延烧到标着竹南家族的传播链都占5例。这传播链是因为高雄群聚感染沙石场工作的司机19584例过年带妈妈19580例到标着竹南去看亲情，和19643甲19622将外确诊，其中19622部分居家隔离当中的后生，也伫13检验出是无症状确诊。苗栗县政府针对伊工作发工厂清销甲扩大科的采检，已经确诊的新妇19644例甲2个查某孙19641甲19642，过年有等于新着新埔外基厝传染后75岁妈妈19666例，也是无症状确诊。新竹县政府已经到新埔文山里做清消。共匡列的13位均给他做 PCR， 那也都均为阴性，持续在做疫调，还有个案的。管理中。19643例平常时会到台北市照顾3个外孙甲查某孙，3人也伫13确诊，其中2人分别伫南口的国中甲国小读册。新北市政府宣布，这2间学校14开始有风险停课14天，后续课程会用线顶教学。有79个需要做居家隔离。至于全校的教职员工，我们提供了2剂快筛试剂，免费让我们师生来使用。如果家长照顾学生，
有困难，学校会提供基本照顾。另外，桃园市进前发现群组感染的物流仓库，经过清消甲真济摆采检，加上业者提出新的分仓分流定数，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10时开始有条件复工。不伫群组传染较严重的所在工作的员工，要有3天内PCR采检阴性证明才回去工作。另外，也要定期采检，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沙石抢的群聚案，即嘛是愈传愈快。有民众初八迄天去台南的某一间诊所做疫苗的时阵，甲伫高雄沙石抢群聚感染较近的个案，也就是暗号19599有接触。地处台南今仔日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目前市府当地咧扩大考虑做采检。工作人员来到台南这间诊所周边来消毒，员工接触者拢包伫采检。因为这间诊所把有确诊者19599来过者，也互这2名到诊所做疫苗的民众确诊。19655跟19656都是跟19599有同框到诊所去，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确诊。礼拜新增加2例是案例19655加19656，双方拢无亲情关系。初八到诊所注射疫苗，甲案例19599去过时间差不多，当时案例19599也无被爆裂，伊阁是无症状患者。伫诊所时为何2个民众？不过案例19599就算到2月初3被要求自主隔离，也是甲同款确诊的老爸案例19600四界走。初3暗时去过安南区12店夜市啊，11去过鱼皮汤店，台南新营太子宫。调查时拢无解释讲，何市府决定2个人各罚20万块。另外，市长委贴搁再呼吁民众是连侪爱做好，因为年初到即阵，台南已经亏损2张罚单了。1月份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检举入案29件，那我们一件一件的查，的确是不是真的有违反实联制？高雄部分虽然礼拜零确诊，也毋过沙石场互相收的案件已经拖到台南苗栗这所在，也有市府继续伫扩大检查。这些无症状的带源的部分，就会形成在社区里面。在这个传播链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高雄强调，这波疫情未少确诊者拢是无症状的患者，避免社区出现稳定的传播链，也是要检查。总计对初10到12日已经检查大树、公山、大社这社区，总共7600多人次，检验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开工了后，也是有部分的疫情当地拖。根据指挥中心的分析，目前疫情是无大爆发的现象，不过也是爱真谨慎。有医师就建议讲，开工了后，公司应该爱定时甲员工做体检，才会当量早阻挡工课场可能的传播链。第年后开工了，陆续出现家庭伫过年期间群聚产生的传播链。不过指挥中心认为，目前年后疫情并无出现大爆发。戒慎不恐惧了哈。那在这个疫情目前，的确是没有所谓的指数型的爆发。如果说很多点，但是很多点都可能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群聚。如果说当地有疫情，或者是说那一开始恢复开工的时候，那到底要抓什么样的频率？那每隔多久员工要筛检一次？我觉得这个当地政府都要给个 SOP。医所分析，年后开工可能有真侪温型传播链，尤其厂区群聚风险悬，应定期公态来找出感染源，要减少检疫天数，是毋是表示增加对社会威胁？医所分析，国际经验变成 Omicron 发病真紧，是一个来真紧去也真紧的病毒，一定要减少检疫的天数。在日本，他们就观察到说，他们的这个确诊者在有症状的之后出现，它的病毒会在3到6天后，达到一个高点，然后之后就会很迅速的下降，然后到第10天以后，几乎在呼吸道就验不到任何的这个 Omicron 的病毒的一个存在。伊认为，伫慢慢解封的过程中，上烦恼就是国内有150名50岁以上人口连第1剂疫苗拢无做。可能车做动静对医疗量能产生影响，应该赶紧按制定无做过疫苗相对高风险族群，完成做2剂基础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生活的消息。即马汽油甲柴油是搁要起价啊！为明仔载饭店开始，汽油一粒是起2块2，柴油一粒是起1.5块。中油表示，因为受到沙烏地阿拉伯调關原油價格，也有羅西亞甲烏克蘭因關係緊張等等的影響，油才會閣起價。
车一直开入去加油站排甲长路路，这伫市区的加油站前一天就车真济。除了原本生意就好，也人是因为14透早开始，汽油每公升起2.2，柴油起1.5，大家拢赶紧来加油。起价了后，小货车一摆加满油，要加付8到10块。差不多了，每次要开的一样啊。所以你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啦，你不接受也不行啊。该涨就要涨啊，那世界都在涨啊，又不是台湾在涨啊。市区另外一间加油站，因为起价赶来加油的车下晡还未出现，不过开机车的人讲，什么物件拢起，真是食袂消。有关我们民生的问题，会觉得影响很大。这摆是21个月以来起上济，柴油起到每公升17块半，9至无盐19块9，95是31块4，98是33块4。中油公司表示，原本起搁较济，汽油起1.7块，柴油3块3，不过为维持价小比亚洲附近国家较低，吸收部分的起价。中油解释，这礼拜受沙特阿拉伯调还3月份销去欧美等地区的合约，原油官方介绍，因为俄乌边境问题无解决，种种因素互油价搁起价。今年到1月底为止，中油为平均油价已经吸收4.69亿。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这个国际消息，在罗西亚甲乌克兰边境紧张的局势，即嘛是搁再加悬。12日，美国总统拜登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用电话会谈，差不多点外钟的时间。拜登警告讲，罗西亚若是真正入侵乌克兰，绝对会予因付出相当的代价。这粒火箭到阵来发射，声音是轰轰叫。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上新的画面，真侪俄军在白俄罗斯境内展开军事演习。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乌海舰队出动30多架船舰，伫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展开演训。随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紧张的局势继续来升悬，美国总统拜登也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头一摆来对话。根据美国官员指出，伫经过1点外钟的通话，双方无达成实质上的突破。另外，北京的推文指出，拜登明确来请普廷用外交途径解决这争端。若是俄国真正入侵，美国甲伊的盟友必然会要求俄罗斯付出真大代价。They're not 100% certain that that Putin's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but Biden made again clear today that if Russia acts, we're moving forward. The U.S. is moving forward with swift and severe sanctions. 美国中情局甲军方已经通知北约各成员国，俄罗斯可能在16来进攻。虽然俄罗斯否认出兵的计划，也不过边境早就已经集结超过10万名兵力，3面来包围乌克兰。Єдине, що сьогодні дійсно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не піддаватись на гібридні провокації ворога та на дезінформацію. Наша армія готова. Наша армія сильна, наша армія мужня. 乌克兰总理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军队已经准备好啊，袂予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再来发生。另外，这阵美国甲真侪欧洲国家纷纷要求公民马上来离开乌克兰。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在加拿大有头拉区的运将抗议疫苗注射令的示威行动，到当时已经2礼拜啊。安大略省11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的最高法院目前是已经下令，要求这个抗议的运将袂当阁挡伫路面。也若伫咧法国嘛出现类似的情形，伫首都巴黎有人出动车队反对强制注疫苗的命令，尾也是派7000外的警察甲因驱离。警察发射催泪瓦斯抗议民众惊吓逃走，现场一片蒙雾，警方一直赶走示威群众，甚至阁爆发冲突。法国首都巴黎12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者占香榭丽舍大道甲凯旋门市区交通袂顶袂当，阁一直起喇叭。警方部署7000多名警力出动战车甲水炮车。On fait partie du convoi de la liberté. Aujourd'hui, on est là contre le pass vaccinal, mais pas que, aussi pour toutes les taxes que le gouvernement nous impose en fait, voilà. 受加拿大自由车队的启发，法国也有因的抗议，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民众开车伫巴黎市中心，为避免冤假的运动佫呈现，警方也开始抓人，佫对违规的车开出上百张的罚单。
在加拿大抗疫行动依然继续，首都渥太华所在安大略省宣布紧急紧急状态。最高法院已经下令爱火车司机免搁搭地连接加拿大温莎市甲美国底特律市的大西桥安纳伯，有真悬的罚金甲吊销驾照。This unlawful activity has to end, and it will end. Of course, I can't say too much more now as to exactly when or how this ends, because unfortunately we are concerned about violence. So we'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to keep people safe. 先警方国人未少人刷所在将车开到国会山继续抗议，有未少人希望用和平恢复的方式继续抗争，一直甲政府取消疫苗通行证的规定。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咱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消息。在西班牙今年的寒天，落雨量敢若有这几年平均的1/3。大部分的所在课外情形是拢真热烈。其中在西半部的一个水库，欠水量敢若剩15%。在30年前，因为起这个水库，长久以来拢种在水底一个庄仔头，最近是搁重新出现，是啥袂少游客去遐行踏。无人的空隙机飞过西班牙西北部奥托林多索水库，水位因为可汗降低，真侪厝拢现出来涂骹拢闭起，看到拢是倒去的厝顶，也是门一个大牛的庄仔。原来这捌是阿萨雷多村，1992年因为起水库，因伫个水库下面已经30年了。Impresionante verlo así y que pocas veces vamos a poder disfrutar de nuevo de este paisaje y por eso nos acercamos para hacer fotos y que por lo menos nos quede. 1992年被冻结起来的生活情形，中现在细人的感情也会使挖群来探访，意外真侪景点。不过对捌伫遮生活过，也是有连结基地的民众来讲，是感觉有一寡悲伤。Fatal, pero bueno, es lo que hay. La vida es así. Mueren unos y viven otros. 诺比奥斯市议会首长亚内斯讲，水库欠水，除了最近几个月无啥落雨以外，负责经营水库的葡萄牙电力公司管理不当，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Digamos bastante agresiva por parte de la empresa EDP, que es la que gestiona y explota este embalse. 由西班牙今年冬天的落雨量只有近年来平均水准的1/3。当地专家烦恼讲，若是未来几礼拜可汗继续落去，这季的农作物可能真受到影响。关键在春天，若落雨无得到保障，到秋天会造成更加大的社会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在地消息，今仔日是13，还阁真有过年闹热的气氛。今年台湾灯会伫咧高雄举办，头一届用1500台无人机的方式，伫爱河的空中表演，现场的人是客甲吵。目前还阁有18、19这2天会当看到无人机的表演，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就要把握机会哦。彩色的灯光加上音乐，互高雄灯会看起来真精彩。民众期待的是无人机的展演。1500台无人机打造出3D 立体的虎牙，嘛伫空中甲民众讲新年快乐。12号的暗时嘛是无人机展演的日子，会场是满满的人潮。虽然人较多，但是都还蛮守秩序的。大家戴好口罩哦。工作人员举牌提醒民众就要挂喙罨，但是人潮济甲上便所拢要排队5分到10分钟。散场的时阵，搁较惊人。虽然大家拢甲喙罨挂好，但也是有民众私下讲会烦恼着防疫无够严格。全日的运量来到了12万，轻轨的运量来到了2.6万，相较于捷运跟轻轨假日的运量分别在10万到1.5万上下，那很明显的，因为台湾灯会人潮对我们的运量呢是带来了相当正面的一个效益。台积公司统计，这运平常假日的时阵，大约10万人次；12号规港的运量12万人，轻轨运量嘛，甲平常时的假日比起来，加了6000人次，表示灯会确实有提升着因的运量。主办单位表示，参与着灯会的人潮还未统计出来，不过一定会提醒民众随时要做好防疫。记者王柳婷、明昭宽个报道。新竹北部当年伫咧新正的15暝，拢会有真青人举火把经过老街，一路行对山顶去，远远看去都若像一尾火龙同款。这就是北部真有名，客语讲有功夫的活动，上顶会当消灾的守护北部有真重要意义。
精彩的表演，让现场的气氛愈来愈热烈。一年一度的北部正月15由干火活动开始。自北部自电宫内提出火种，来到舞台顶悬，再搁再分火，传予参加的民众。把原本暗面崩的老龟点甲光死死，亲像一尾火灵。小朋友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起报名参加。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对，第一次。活动非常的有趣，真的很新奇。在地乡亲相信，只要正月15暗时野火把上山头拜神，就使消灾，让北部来年有好的运势。在日据时代北部有2次的抗日事件，那当时的政府为了要削弱在地的一个势力所以在我们信仰中心慈天宫的正后方开辟了一条道路，那以斩断龙脉可以削弱地方的势力。那后来在地方人士的一个指点之下呢，又改用火龙的方式把这个龙脉接回去。火龙总共分6条路线。大家一路开讲，一路把手中的火把压悬悬，让暗时的北部老街看起来有够热烈。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世界母语日就要到啊！嘉义市政府结合在地作家、独立册店、社区协会，也佮有表演艺术团体，举办一系列响应母语日的活动，希望民众会当哪学母语，哪认捌家己在地文化。或者有安尼目7个饼皮是切，你买等于了卷一卷叫做教育饼。伫市啊用台语向参加活动的民众绍介嘉义市母语日的活动，选择伫100年历史的东市场，互参加的人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学习母语。不错啊，有听到一些台语的教学，因为本身平常在家里都不会讲台语，然后想说也让小朋友试着学这一些。嘉义腔、嘉义调、嘉义的这母语，即马这个会当讲为这菜市啊来重新学起是一个上好的机会。为着要互母语会当连接在地文化，除了伫菜市啊导咱生活通俗的内容，佮针对庙事甲一寡历史建筑来说明，互在地文化认同会当透过母语来传承。我平常比较少有这个机会啊，然后可以参加这种活动，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就在地的文化这样子。我们透过母语日的活动呢，来从生活中学习，从环境中学习，让我们的母语可以继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东市场伫嘉义城隍庙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伫在地生活文化占正重要的地位。文化局表示，伫菜市啊学习母语，除了学晓讲以外，嘛顺续入捌在地语言的典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